唔使怕，喺內地無親無故，退休之後移居大灣區生活，一樣可以過得超充實，仲可以好快建立到自己嘅社交圈子。好多港澳同海外華僑朋友打算返大灣區定居、養老、過退休生活，心裏面最大嘅擔心就係一個人過嚟定居，喺內地冇親人、冇舊朋友，會唔會好孤獨、好悶、冇歸屬感？我本身由美國三藩市退休，移居嚟廣東中山，以過來人身份，真心同大家講，一個人喺大灣區生活，只會越住越充實、越開心，日子好有溫度，絕對唔會孤獨冷清。唔需要靠親人，亦都唔使靠仔女，淨係幾個月時間就可以輕鬆建立屬於自己全新嘅生活圈、朋友圈、社交圈子，生活日日都好豐盛。喺大灣區，只要你願意行出屋企，孤獨呢兩個字根本就唔存在。其實建立社交圈子遠比你想象之中簡單得多。大灣區嘅社區氛圍非常之好，基本上你只要有少少興趣，就即刻可以搵到一大班志同道合嘅朋友。無論係透過加入網球、羽毛球、匹克球或乒乓球群、行山群，一齊做運動強身健體，又或者透過教會搵到心靈寄託，喺業主群約人一齊飲早茶，甚至參加各種興趣班、書法、攝影、整牛煮飯、插花，你一定搵到屬於自己嘅圈子。特別係我哋香港人同海外華僑，呢度有超多背景相近、同聲同氣嘅群體，大家傾偈特別投緣親切。再加埋去非牟利機構做義工，不但可以回饋社會，仲可以識到一班滿滿正能量嘅好朋友。所以唔使驚，大膽踏出第一步就得。大灣區永遠歡迎你呢度嘅生活，精彩程度遠超你想象。想知具體可以由邊啲途徑入手，繼續睇落去，全部都係實用心得分享。究竟可以透過咩途徑建立社交圈子？一、憑共同興趣交友，呢個係最自然、最容易識朋友嘅方法。一、體育運動類，點樣溫？打開微信搜一搜附近嘅人，搜尋你住嘅城市，羽毛球群、行山群、跑步群、乒乓球群，亦都可以喺屋苑業主群問一句，請問附近有冇周末一齊打波嘅團體？實際活動，好多體育館同公園都有固定嘅波友圈子，例如逢星期二、四晚固定租場打羽毛球，打完一齊 AA 食宵夜、飲糖水，好快就變熟。二、文娛興趣類，點樣溫？留意屋企附近嘅街道文化中心、黨群服務中心、長者學院，呢啲地方好多免費或者平價興趣班，書法、國畫、攝影、唱歌、跳舞、太極、烹飪、插花，全部都有。實際活動，跟攝影班出外拍攝，一齊去周邊古鎮、公園影相，又或者參加烹飪班，一齊研究地道粵菜點樣煮。三、休閒玩樂類，點樣溫？下載本地生活 APP， 關注本地玩樂飲食公眾號，參加佢哋搞嘅線下聚會，例如烘焙班、品酒聚會、桌遊聚會。二、靠屋苑同鄰里關係，俗語話遠親不如近鄰，喺大灣區一樣適用。一、屋苑業主群、鄰里群，點樣溫？搬入嚟第一件事就係加入業主群，一般喺物業辦、入住、電梯、告示牌、出入口都會有入群二維碼。實際活動由一齊團購生果、睇物業通知，慢慢變成約散步、遛狗、喺會所飲茶傾偈，甚至互相幫手收快遞。主動喺群出聲，幫人解答問題，係最快熟絡嘅方法。三、依靠相同背景身份，專門適合港澳同海外華僑最有親切感。一、港澳人、海外華僑聯誼群，點樣溫？喺 Facebook 搜城市名、香港人、廣東海外華僑、大灣區台灣人，好多私密圈子，亦都可以透過教會、興趣班識到嘅朋友拉你入群。實際活動，呢啲群經常搞好有共鳴嘅聚會，一齊返內地辦證、組團、周邊遊、聖誕同感恩節聚會，仲會一齊溫家鄉口味嘅餐廳。二、同鄉會、校友會，點樣溫？如果你有祖籍或者舊學校，可以搜尋廣東當地嘅同鄉會、校友會，組織非常成熟，定期搞大型聚會。四、憑信仰同價值觀交友。一、信仰團體，點樣溫？大灣區每個城市都有好多合法教堂同信仰場所，打開地圖就溫到，直接去參加聚會就得。實際活動，除咗日常聚會之外，教會仲會搞查經、團契、義工探訪、素食聚餐，係最容易建立真心交情嘅地方。二、義工團隊、志願團體，點樣溫？微信搜城市義工志願者，
關注當地義工總會同慈善機構公眾號，長期都有招募。實際活動去老人院探訪長者，去海邊清潔，圖書館整理書本，為山區小朋友收集物資，付出善心，識返嚟嘅友情最真實。5. 線上平台輔助交友，豆瓣小組，手裏鎖住城市嘅專屬小組，好多約食飯、睇展、睇戲嘅聚會。抖音、小紅書，關注本地生活博主，好多都會搞粉絲線下見面會。俾新移居朋友嘅社交小貼士： 1. 主動大方，唔好怕醜，喺電梯、公園見到人，微笑點頭，講聲早晨、你好，就係最好嘅開場白。 2. 識用微信，微信係內地社交必備，學識數碼加朋友同群聊就足夠。 3. 心態放開，就算你嘅興趣好冷門，大灣區人數眾多，一定溫度同好，保持好奇心，多嘗試新事物。 4. 專一堅持，唔使一次過加入晒所有圈子，揀一兩個最中意嘅活動，長期參與，自然會建立穩固嘅好朋友關係。希望呢份詳細指南可以令更多港澳同海外華僑放下顧慮，安心嚟大灣區展開下半場精彩人生。